你是四姑剑的弟弟。你的毒烟用完了，3支弩箭用完了，头上的银针也用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一把匕首，你还想如何呀？剑雷很快就到，时间来得及。范闲，你的真气怎么突然乱了？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有些麻烦。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？刀上有毒，解毒啊！是什么毒还不清楚。之前呢，臣曾经去过范府，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、经脉逆行的状况。回到太医院，臣查了不少的医书，这才判定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，造成了内息逆行。这一战，小范大人真气失控，遭受了外伤，又中了毒，这每一样都是要命的，更何况急于一身。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？臣确定。那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，让那个人消耗真气，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。虽然这样那人的真气会受损，但是
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。同样真气的人，是，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。啊，那就难了。那你就陪葬吧。啊，陛下。看你自己的命吧。这位就是范府嫡女范若若。借一步说话。若若姑娘，你懂医术？我哥教过我。那你会解毒吗？不懂。治真气逆行呢？不会。那你怎么救他？我救不了他，能救我哥的只有他自己。我能做的只是让他醒过来。那姑娘准备怎么做？我哥跟我说过，有一个刺激神志、让人清醒的穴位。那这个法子你之前对多少人用过？一个也没有。啊？这也太冒险了。如果不用针，小师弟，大师兄今天没服毒啊？哎呦，就幸亏没服嘛，那不然耽误大事了。小师弟，你知道中的什么毒吗？知道。好，那就能解。那匕首上用的是硝石矿脉之毒，那是东一城的风格。刺客是司顾谦的弟弟。你管他谁弟弟？我先给你解毒啊。东夷城啊，用毒路数虽偏，倒也难不倒咱们三处。要不然先试试。我信师兄的。这是内服，我现在给你外服，我得现磨啊。并未解毒，怎么会呢？看来是毒入了肺腑了。侵入肺腑，这怎么治？其实做个手术就行。手术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剖开伤口，清理肺腑。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？这开膛破腹，人不就死了？什么都不做，也是等死。这闻所未闻的事情，谁能胜任呢？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。我来。我的手是最稳的。一会儿场面会有点血腥，而
要不你先出去。我陪着你。有几成把握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自己都没把握呀？不试试就死定了。哦，那得试试啊！动刀吧。等等，动刀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准备一下。你说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手术床啊？无影灯。什么？全面消毒。你们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这都要开膛破肚了，最起码打扫一下卫生吧。哦，好。这世上有种东西叫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啊？肉眼看不见的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别废话了，按我哥说的做。好，躺下。小师弟，我用粉毒伞擦了很多遍，又用避秽香也是熏了很多次，按照你说的都清理干净了。你说的那个细什么的应该没了。药好了。马千子不行啊？会睡过去。这不睡过去怎么开膛破肚？不能睡。具体怎么手术，我得指挥。你自己不行吗？可我只划过水果。师兄，用格罗方吧。这个从古至今啊，从天到地，就没人敢这么用过。今儿咱们就开个先河。你得给若若擦汗，她才是主刀。哥。开始吧。哦。没事儿，开始吧。别紧张。小心哥，没事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怎么一直不动呢？你竖过来。你手挺稳的。我只划过水果。没事，足够了，别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不知道人的皮肉有多厚，不知道怎么下。我靠，早知道给你找山猪了。这该怎么办呀？哥。继续。范闲救了他的命，他怎么能睡呢？我不困。娘，大表哥他没事吧？
血呀！吉人自有天相吧。老爷，喝点茶吧。我不喝。你听听你的声音呀。哎，烫！没事。老爷，如果担心，就去宫里看看吧。不可。他可是你儿子呀。人在宫中，无诏莫入。儿子都不行，就是儿子，才不行呢。那么多太医，为什么让若若去治呢？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哎，烫！这怎么了？这个陛下口谕，范闲有伤，不宜打扰，请太子与诸位先回宫，他日再来。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开膛破肚了。那范闲他……小范大人在乐。乐？他都被开膛了，他乐什么？他笑什么呀？用的格罗方，那是迷药，估计是出现幻觉了。哥，你伤口流血了。解毒，止血，然后按我教你的缝上。别紧张，哥信你。好。缝上？用什么缝？用针。那用什么线？用棉麻线？桑皮线。桑皮线怎么做？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，用内部经络做成线，缝于皮肉，最终长成一体，像这样。那具体怎么操作？先让若若用心医治，事后再详尽告知。哎呀，是我疏忽了啊！你赶紧先救人，先救人啊！婉儿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你还是原来好看啊？图书馆，冰淇淋下课了。那哥们儿，你一会儿替我点个到，咱们一会儿。陛下，陈院长求见。班主任来了。陛下，弄咋这败嘞？什么意思？歪歪的孩子。
陛下，3名刺客的根底已经查明。范闲现在在广信宫，正在开膛破肚。如果这个医术能够传承的话，此乃殉国之大福也。说来好生奇怪，如果没有如此重创，范闲这个本事是露不出来的。随他娘。你说范闲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？有任何本事都会献给陛下，是吗？为了救驾，连命都不要，什么比命还重要？有道理，进来吧。说话呀！平完谢了。没封错。范小姐，此等医术可退鬼神。恕李某斗胆恳请范小姐看在倾国百姓的份上，传赐绝学。等哥哥醒了，我再问问他。我现在叫醒他。伤成这样了，合适吗？哎呀呀，惭愧惭愧呀！你看我这糊涂的，光想着这医术传承了。行，该收拾东西。哎呀，让我小师弟好好休息。来。哎呀，让小范大人好好休息。明天我再送汤药来。好学呢。哎呀，不出所料，就你心慌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为人做事，稳字当先。哎呀，这下行了，最难的一关过去了。要不我还是去宫里看看吧，没有人照顾怎么行？若若和婉儿都去了，不多我一个。不行。这怎么又不行了呢？范闲成亲，那是对我磕的头，我就是他亲娘。婉儿和若若在侧院休息了，
劝他们两个不要一直守护着你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您来的真巧，我刚醒。阁楼坊药效如何啊？三处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，我是掐着时间来的。现在怎么样？疼啊！还有什么？真气没了，经脉紊乱，真气离散。还好，命保住了。还能恢复吗？苦活独门功法，天一道。据说能有恢复根骨之能。可外传吗？从不外传。好歹留个念想。玄空庙刺杀有结果了，陛下说要第一时间让你知道。那我可得好好听听。第一，那个侍卫，境外胡人，看着不像，有庆人血脉，相貌不可分辨。怎么入宫当了侍卫？当年庆国和胡人交战，占据上风，胡人派出一队人马来到京都，求和称臣，求和失败。庆国威风四海，胡人悲惨离境。那人此时就留在了京都，事过境迁。不知为何庆公当了侍卫。当年入宫的手续谁办的？办案的人已经死了，这是悬案。这么多年不动手，没机会。侍卫太多，要想靠近陛下，机会渺茫。这次是巧合。那个太监呢？他和你息息相关。我可不认识他。当年你娘之死，引发京都一夜血流成河，所有参与之人被黑旗斩尽杀绝。这个太监就是当年王公后人，被仆人救出，长大之后重回京都，挥刀自宫，成了太监。为了报仇？仇恨是最顽强的力量，它会在人的心里边生长，随时间茁壮，最后成为人一生唯一的主题。这话听着，怎么像是有共鸣？我只是在剖析刺客的心中所想吧。那匕首怎么藏的？3年前他就负责打扫玄公庙，那个时候就把匕首藏起来了，现在才可以得空使用。白衣剑客呢？陛下眼光独到，此人正是四顾剑的弟弟。这回真是四顾剑？这次不是四顾剑，四顾剑杀尽全族，唯独放过了他的弟弟。这世上唯一想杀四顾剑的，正是他这位亲兄弟。这3个人彼此认识？不认识，没有牵连。配合这么默契，是巧合，没有商量，没有预谋，3方互不相识，轮番刺杀，这样同时开始，反而形成了杀局。这是一场神仙局，无法预判，不可复制。神仙局，如此巧合，如此天衣无缝之局，非凡人不说。凡人不行，您可以的。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哪有那样的本事啊？如果就算有的话，刺伤我的是影子。我瞧见过影子出手，他用剑时尚不好判断，弃剑之后就露了根源。
神仙局，这神仙是不是坐轮椅啊？别看了，我刚醒，不可能藏人，这儿就咱俩。太鲁莽了，真气离散，重伤未愈。如果真是我设的局，你怎么办？是你吗？我只派了影子，其他2个纯属意外。你想杀我？不是我，影子一直想跟五竹交手，没有机会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也就凑合了。那一剑是个意外，你忽然之间真气全无，他没有及时收得了手，所以是个意外，对吗？绝对是意外。那你是想弑君？陛下对我信重，我没有理由弑君。那得问你啊，做臣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忠诚，替陛下解忧。你让我好好理一理。刺杀陛下是替陛下解忧，咱们这陛下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把火还记得吗？动作快，快快救火！快点，动作快！3个刺客都可以找到出处，唯有那把火，检察院全体出动，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更有趣的是，结果报上去之后，陛下没有深问，轻轻放过。火是陛下放的，陛下落子，从无嫌弃。那把火不够，所以才有了影子那一剑。什么叫不够？这又是放火又是行刺，究竟想要什么结果？悬空庙谋杀，震惊朝野。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担责，这就是结果。大内统领护驾失职，其罪当诛。陛下保重，臣告退了。我杀了宫典，贬出京都，放逐定州，发配边郡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大个阵仗，就为了一个宫典？他是叶仲的师弟，叶仲连上8篇奏折请罪，结果跟宫典一样，昨夜已经放逐定州，发配边郡。叶家垮了，这就是陛下想要的？不对啊，这叶流云也是叶家人，陛下何必得罪大宗师？陛下怎么想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四姑见的弟弟就是影子的事儿，陛下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以下这抓捕。那这和行刺有何区别？为了陛下真正的利益，我不介意让陛下受到惊吓。这话听着可不像忠臣。结果最重要。要是那一剑刺中了呢？陛下不会死。没有人真正了解陛下的底牌。我该不该把影子的身份告诉陛下？可以不说。那你就不该承认。
你刚才说刺客就是影子，这件事应该埋在心里，不应该问我。是。如果真是你布的局，我问出口就已经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如果是别人，我就不问了。若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答。悬空庙刺杀之局，真相就是这样。好好养伤吧。陈萍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陛下，他说了3名刺客的身世，还有呢？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。我去南方找你，你没有出现。江南杀人的是你，我以为你会出现。为何找我？跟我回去。你来自神庙。你是冗余，不该存留于世。跟我回去。可以，我忘记了太多，或许在神庙能找回遗失的过去。要回去的还有叶青梅，她已经死了。她有儿子，那是残留的痕迹。也是不该存在的错误。找到他，带回神庙。原来你并不知道他是谁。结论突兀，前置条件模糊，有对话进行判断。我应该已经见过叶青梅的儿子。交涉结束。你选择回神庙，冲突并无理由。守护它是我的使命。
陛下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个地方你早该来。这有一个你需要见到的人。什么人？随我来。你还是那么的年轻，可我却老了。好好看看，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画像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秦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陛下，五竹的功力远在神庙使者之上，就算属下利剑破甲，再用新功，还是被他逃脱。五竹伤重，不知所踪。依臣所见，能击败五竹的，只有大宗师。神庙使者，非肉身凡人。那又怎么样？照样得死。烧了他。是。
看那片菊花就是你娘当年亲手种下的。神空庙那些花都是从这儿搬的。嗯。每次赏花，您都带着她。她喜欢呢。她喜欢花，她喜欢所有活着的东西。为何画像上的我娘如此年轻？哦，那张画像是当年朕认识她的时候，她就这样。您很想她，所以呀，所以我把内裤交给你，就是因为你是她的亲生骨肉，在这个世上，只能是你。我像她吗？没她漂亮，但是内心很相似。我没她那么勇敢。记得当年他跟朕说过，皇帝这个差事不好当，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强的意志，所以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，包括最珍贵的东西。你刀不要藏在袖子里，容易伤到手。其实，你跟朵朵姑娘写信，不用告诉我。但是你问我了，我就得说呀。是吗？我答应过你的，绝不骗你。婉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2个月害前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他策划的牛兰杰刺杀？那天的醉仙居跟司礼里在一起的人是谁？那人是林府的2公子林果。是。那杀他的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你知道凶手是谁？我杀了林果。谁给你的权利杀他？是小姐给的权利。知道。是不是你身边人？是。是我哥要杀你，你还手理所应当。从道理讲，你没有错。可是活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只有道理就够了。那是我哥，我从小染病，没法出门，是他一次次进宫来陪我。想着法儿的哄我高兴，你明白吗？从道理上我不该恨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明白，人总是有情感的。
什么不骗我？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？只要你说，只要你骗我的话，我就会相信。我只信你说的，再多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我假装看不见。你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啊？对不起。皇后殿下，哎呀，您慢一点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您让我也是，真是皇后殿下，让我通报一下再去好吗？您听我说，我怎么也得去报告一下你再进呐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好。臣妾拜见陛下。难得一见啊！当年血案之后，再没见过。朕好像记得你怕黑，是吧？陛下，臣妾怕黑，是因为亲人的哀嚎总在耳边回响，放不下。不过臣妾如今觉得都该放下了。陛下，臣妾是来认罪的。何罪之有啊？悖逆不道。当年陛下虽说屠尽臣妾一族，可这么多年，依旧留着臣妾这皇后的位子，这是何等的顾念旧情！臣妾不仅不醒悟，数年来心怀愤恨，甚至对陛下避而不见。如此绝情绝义，臣妾之罪，罄竹难书。你这是来寻死啊？实在是罪无可恕。那干嘛不去悬梁啊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臣妾如今还是皇后，若悬梁自尽，未来史书上难免生出险笔。但凡有损陛下声名，臣妾就算万死，也难辞其咎。还请陛下先夺去臣妾皇后之位，再下旨论罪。我真过不去。我知道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理解你。但是我不能对你动手，我欠你的。是谁动的手？告诉我一个名字。是不是你那个吴周叔？你说过，他从小陪你一起长大。是。我哥也是。如果你的吴周叔遇害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发疯，会复仇。我也一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动手时，是不是你发出的命令？
当时吴竹叔没在我身边，我是想要自己动手的。我人都已经出了京都了，我只是晚了一步。不在身边，那就是他自行出手。不是他，是我起了杀心。不一样。吴竹叔跟古河交过手，他的身手与大宗师无异。我知道，你恐怕伤不了他。我也知道，但是能不能，不代表该不该。婉儿，我不会让吴竹叔伤害你，同样，我也不希望你伤害他。我很失望。我知道，是对我自己。我都不敢相信，刚才你说不是你下命令让他出手时，我竟然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恨都放在吴竹一个人身上。我竟不敢恨你，所以我对我自己很失望。在那一刹那，我选择了你，背叛了我二哥。我要杀吴竹，是我跟他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就这样吧。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二表哥，他是想切刀杀人。既然二表哥落子，就定有后手。我先回去了。如果他再来找我，我帮你打探消息。接着说。至于罪名嘛，广信宫范闲遭遇刺杀，臣妾身为后宫之主，自有失察之嫌。以此论罪，名正言顺。你想的还挺周到。臣妾欠陛下的，早就该还了。还有什么？臣妾死前想去看看范闲。当年恩怨虽说已是往事，可这孩子出生便没了母亲，所以我该给他认个错。你给他认错？人之将死嘛，死前了却恩怨，也好走得安心些。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广信宫刺杀，李云瑞难脱其咎。既然皇后撤了，她这长公主也该治罪。不敢欺瞒陛下，这请求既有公义，亦有私心。臣妾舍皇后之位，化去范闲怨仇，免得陛下为难。至于李云瑞嘛，算是断了李承泽的臂柱。这一切也是为了太子。太子温良醇厚，最重孝道，心中除了对陛下的尊敬，再无其余念头。当然，臣妾今日所求，太子一无所知。
是我一意孤行。哥，我全都听见了。嫂子伤不到五竹叔的。我知道，他也知道，所以他这么做，与其说是复仇，不如说是惩罚自己。你干嘛？今天我自杀，我得保护你啊！嫂子削水果的时候，我比她都紧张。那是你嫂子。这把刀就是以防万一。其实我想用这个。这有什么用啊？上次帮你治疗的时候，我找冷师兄要了一点哥罗芳。我身上了？我试过，一扎就晕，管用。你拿谁试的？李太医啊。胡闹！你扎人家李太医干什么？他自愿的。李太医为什么自愿让你扎呀？他说他要学你的手术，说这个哥罗芳将来必有大用，他自己要摸索伎俩。说说，你好好学学人家李太医，学医是为了救人。我也是为了救人啊，哥，我是为了救你。我有侍卫保护。刚才嫂子在的时候，侍卫都没进来。侍卫防的是刺客，真正伤害你的人未必是刺客。你们两个别这样，一个要杀五竹叔，一个提刀在边上守着。哥，你干嘛？哥，你太激动了，伤口会裂开的。我没事。你嘴上说没事，心里比我还要紧张。来，喝了它。我就放了一点点剂量，最多只会让你熟睡。哥，你现在就需要安静休息。别老想着保护我。知道了。如果你见到五竹叔，我知道的，让他别伤到嫂子。我说，这件事情还没结束。没事的，哥，别想了，睡吧。以五竹叔的身手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但愿吧，有五竹叔在。五竹叔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。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守在你的身边，永不缺席。你的皇后身份朕不会更改。范闲，你没有必要去见他。臣妾只是想赎罪。还是好好的活着吧。那广信公刺杀呢？广信公跟李云瑞没什么关系。这皇宫之内除了李云瑞，还能是谁？你
已经耗尽了我们夫妻的缘分。今后不再见。陛下，臣妾听说，拥有一切的人，终究一无所有。出城，是陛下的旨意。那总得有个去处吧？上次闹刺客，陛下说小范大人没有好好的赏花，再去一次，单赏一回。我能不去吗？啊？想一出是一出。那辛苦各位，帮忙抬一下吧。小范大人上车了。是。马上就来。谁马上就来？小范大人马上就来。那我是谁？啊？慢点，轻放，好，慢慢放，慢慢放。抬小范大人上车。大人，请。请我去哪儿？什么意思？往后他是范闲，我是贾人。这个加上这个是温柔的，这个和这个是强烈的，这三样加起来无解。来，让一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有事儿？避避风头。不，谁这么大本事，能把您给赶到这儿来啊？范建，这年龄大了，脾气暴躁，拖算了。哎，不是，他找你做什么呀？没什么大事，范闲出城了。范闲出？你不是说范闲受伤了吗？之前范闲疗伤。小太监行刺，不过人没什么事。不，行刺这种消息也能传出宫来啊？要不范建怎么着急呢？这种消息，如果陛下讲完，不会藏不住啊！啊，这是做局呀！范闲是饵，这个饵能钓出谁来呢？范闲受伤。武大人就没出现过。所有人都说废介只会用毒，他们错了。
伤，层层保护，再安全不过了。所以武大人没有出现，可有过行刺又孤身出城。武大人必然暗中保护。那么这个局是给武大人准备的。有个问题过不去，只有大宗师才有资格跟武大人交手。叶流云在江南，苦河并未南下，四不见还在东一城。难道是宫里边那位？不对呀、宫里那位要是真动手的话，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啊。他要是重伤了，这平衡就会打破了。陛下不会冒这个风险。把我关在这儿，是因为我追查的太紧了，离真相太近了。江南那个杀人犯不是武大人。大人偷袭我时用的兵器与武大人相似，招式也相似。他对监察院的人下手，是为了引出武大人。陛下愿意配合神庙使者，共同追捕神庙背叛者。神庙来人江南行凶，是在找武大人。难怪到京都，这人就没影了。是陛下抹去了他的踪迹。此事也尘埃落定了。陛下就这么想杀武大人吗？如果想杀，洪四强该出手啊。不对啊，陛下和你不会犯这种错误。这次布局，陛下真正想看到的是两败俱伤。所以说，什么事情瞒不了你。院长，这种局你也配合呀？你就真忍心看着武大人送死？这么些年，神庙一直在询问不足，不仅仅是今天。你的意思说，不止这一次？两败俱伤不可能，最后的结局是，你要相信他。院长，我有一个事儿不明白啊，你到底站哪边啊？